小弟的时阵、细汉的时阵，父母有来伫教会中间，家己洗礼。当时当伊大汉了后，捌代志，伊家己会当做信仰的即种决志的时阵，因就爱伫教会中间来举行献洗礼，然后再当伫主的面前伫遐收圣餐。所以，即两位哎，伫细汉的时阵、小弟的时阵已经有受幼稚的洗礼。当今仔日要伫正人的面前来告白因的信仰。阮得着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，才会伫咱的面前的，因是细汉已经受洗，今仔日要举行献洗礼来告白因的信仰，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。所听的语言杨丽，恁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，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的教会的会友，属于伊。上帝恩典已经甲恁三角同在，嘛，互恁长大成人。但恁两人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恁的父母替恁告别的信仰，来归属伊，来献给伊，互咱的主，也定心誓约要来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，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也要伫天里爸面前要来认伊。所以我劝恁要告别恁的信仰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，请诚恳来应答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卫师，也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？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来得到罪的赦免，也无？恁有挽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恁决意要安尼行，也无？宣告，恁细汉已经受洗，只是你家己来告别。恁的信仰，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大天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奉台湾基督教教会以及英国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甲新的约的恩典。同心来压头祈祷。全能的主宰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面上。历代中间透过教会，互侪人伫即个所在出入，认拜耶稣基督，来得到拯救的机会。主你阁有应允阮、保守阮到世间的路尾，互阮会当跑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顶面看见有上帝你伫遐，诚做阮的引导。感谢你，对伫今仔日，徛伫你的面前，坚信的语言甲言语，我们求主你亲自来接纳因。互因会当受阮上帝你的欢喜，互因会当对伫你，伫主你的面前，认心来确认因的信。细汉的时阵，因已经受幼稚洗礼，总是大已经大汉。伫人的面前，伫上帝你的面前，因了清楚来告别，因以后只是要跪地主耶稣基督，才做因上界大的瓦靠。主愿恳求你来赦免因的罪。互因会当伫即个时阵来奉献伊家己互你，恳求主你的恩典嘛大大充满伫因，互因会当就君主，袂甲你参加收圣餐的过程中间，互阮会当体会到，这若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血时，互因会当体会到上帝遮尔啊大的天疼痛甲恩典包围伫因的顶面。主啊，即个时阵，完全你对顶面来能力来充满伫因的成就。互因会当永远属于你，而是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来进步，到伫永远的国会内面，原来伫你面前来祈祷，感谢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